诊室外口有真侪病床，伊是明爱病院的病患，有的是病房电脑摕咧伫遐写信，有的是地无惊吹着风，因伫停车场一直等到暗时，拢无法度入去病院。香港医療體系強要放棄，確診人數卻是愈來愈濟。個上升趨勢仲係未落嘅，咁都同之前嘅上升趨勢其實就即係吻合嘅。香港2昨新增加4285例確診，這是一天上懸的記錄。10個人不幸往生，其中佫包括一個3歲查某囡仔，由於破病入院到死亡前後，敢若4天，因為是香港疫情爆發2年來上細漢的死者，也有幾千幾萬的香港民眾確診後變成三無患者，也就是無醫生處理、無藥通食、無人送飯予因，只能佇厝的乖乖啊等，就算被移送到隔離中心，迄邊嘛真混亂。姑娘咧就發現我個房打上都印嗰個名咧就唔係我嚟嘅，咁所以佢亦都冇派個鐘仔俾我啦。伊講敢若住唔到房間，又佫無法度摕到檢測嘅檢本，一個敲電話，衛生單位互相推卸責任。習近平要求特區政府做到3個一切，2個確保，包括強調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，控制疫情，將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嘅任務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真罕見講出重話，外界分析講，若是香港疫情繼續失控，那呢特首林鄭月娥恐驚會被追究責任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